到早，欢迎收看2月13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头家先，咱来关心上新的消息，台美对顶贸易协定正式完成签署，确定这对顶关税是15%，而且袂贴加。另外，咱也有成功争取到拢总2072项的产品唔免扣对顶关税。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所带领的谈判团队要伫美国召开记者会，咱赶紧来看。 那今天我方与美国贸易代表署格瑞尔大使那完成台美对等贸易协定的签署那这是我们继今年1月15号我方来到华府与美国商务部签署台美投资 MOU 之后，完成了台美对等贸易协定正式的签署。那这2份文件的签署。 我们在今天可以正式确立，我方取得对等关税15不叠加，以及232最惠国待遇的双重的关税优惠的待遇。美方后续的程序是在国内的行政程序完成之后，将会以联邦公报的方式来载明对台对等关税以及已经制定的232关税方面的。 关税优惠正式来生效。那好，头拄则咱看到这是美国谈判团队带来上新的记者会画面。继续咱来关心总统赖清德接受外国媒体法新社的专访，警告讲，若是互中国吃掉咱台湾，即马就换亚洲其他国家就变作是后一个目标。也强调咱台湾有必要爱加强国防实力，而且也讲到台湾袂争做任何国家的靠子啊，因为半导体上先进的制停伫台湾，得当维持咱台湾袂当欠缺的战略地位。 总统赖清德70接受法新社专访，讲到台欧台美关系、甲国防两化、半导体产业等议题。赖总统特别示警，若北京夺取台湾，以及受威胁的就是日本、菲律宾等印太国家，下一步就可能影响美洲甲澳洲。我们想要达到任何一天对中国来讲都不是侵略台湾的好时机，这样才有办法确保台湾的安全跟印太的和平稳定。 国际关心2027年中国深受国台能力，赖总统强调台湾爱做上海拍算、上好准备，达到任何一日对中国来讲拢是亲台好时机。唔但甲美方合作，也希望甲欧洲伫军工相关产业科技加强深化。4月就要举行全社会外界质疑台湾向行正做彼此，赖总统认为台湾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彼此。在中美贸易的竞争当中。 中国有求于美国的多，美国有求于中国的少。美国没有必要把台湾当作筹码，来跟中国进行对谈。赖总统对台美关系有信心，不过前北京官员瑞普胡博示警，中国咧透过贸易谈判加政策操作，是会影响美国对台立场。 Over the course of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it has become evident that the PRC is attempting to shape U.S. policy towards Taiwan through ongoing trade negotiations. First, to degrade or delay American security assistance to Taiwan by objecting to arms sales and defense dialogues. And second, to push for changes to U.S. declaratory policy on Taiwan. 瑞普胡博建议，美国国会应该推动将6项保证法案立法，限缩北京宽松空间。另外，川普政府希望将台湾半导体产能40%刷到美国，引起外界烦恼台湾失去适顿。赖总统表示，若半导体研发中心上先进制程甲上大生产量拢伫台湾，能维持台湾上重要的战略地位。记者综合报道。 真正台北市有一位80多岁妇人人50多冬来拢真用心，伫咧照顾伊小儿麻痹的后生。毋过咱像是身心负担伤过大，怎咧选择甲伊的后生活活翕死？这法院是甲伊判刑判到上加2年6个月，而且建请总统爱来甲特赦。因若昨总统赖清德也有发布特赦令，互伊免刑无免罪来回应个案的处境。
台北市一个80多岁妇人林老良子，长期照顾小弟爸比在床的后生50多年，2023年新冠疫情期间确诊，好亲像因为心袂堪治，就为家己无法度去照顾，亲身翕死后生，被判2年6个月有期徒刑，专案伫今年1月16定案，包含一审的法官甲非检律师建称总统来特赦，总统就只发布特赦令，免除妇人法家执行。虽然涉犯重大罪名，但这是长期照顾重担之下的极端悲剧，请看民述，决定对年迈的老母亲采取免刑不免罪的特赦，以回应人道处境。总统府表示，妇人承担照顾责任超过50年，确诊新冠，身体状况恶化，这病人年岁大，无法度照顾，重度障碍后生高压处境之下，最后造成无可挽回家庭悲剧。经看免诉，决定对老妈妈采取免刑不免罪特赦方式，回应个案进度处境。总统令发布之后，就确定说这个部分是不用入监服刑的，所以我们就很感谢府方以及记者、社会大众的关心。民间团体呼吁政府要重视长照制度内的重度失能者照顾资源不够的问题。进入到重度阶段，那种2小时就要翻身拍背、长期卧床插管的这些病人，如果是真的照顾者已经撑不住，但又没有好的住宿型机构，那1个月只有补助到1万块钱，这个对很多家庭来讲的负担是很大。总统府强调，会用这案件会监，除了建议相关修法以外，会透过精进长照3.0政策，继续强化家庭照顾者的支持网络，接触每一个需要协助的家庭。台北地检署10日下晡已经将特赦证明书送予妇人签收，伊表示感谢总统，因互囡仔知影妈妈无罪，因放心咯。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受到辐射冷却的影响，气象署透早有针对新竹县甲苗栗来发布低温特报。伫咧新竹的关西上低温嘛，敢若剩9度4尔尔，咱做回来看温度。今仔日各地大部分拢是侪云到好天，敢若东半部、恒春半岛地区可能会落阵雨。伫咧西半部，宜兰早暗的低温大约11至16度。华东地区17、18度，因若日时西半部高温会升悬到26至28度，东半部是23至25度。各地到礼拜拢会是这款正烧热、早暗温差大的天气。不过后礼拜一，也就是29暝迄天开始有风面佮通过，气温会佮略略降低。明仔载开始要连续9日，伫咧桃园机场要出国的人阵是已经吵。桃园机场也表示讲，昨这运量有超过16万人次，是新冠疫情以来上济纪录。疏送大顶悬行李一个接过一个，报道柜台头前人是吵，因为申请年假伫要到啊，出国旅客明显有变较济。桃园机场还阁捌传出行李输送大，因为制载袂调，造成大量行李卡关的问题。桃园机场公司预估，12月底运量会达到16万1000人次，是疫情了后的新冠。那会担心吗？哦，会。过年啦，就是感觉大家都在出国。今天是有提早来吗？有啊，我们通常习惯都提早大概2、3个小时过来，这样子。为什么会想要提早？因为怕有些临时状况啊，就是有时候可能太多人，或者是有时候临时什么东西没带，至少还有机会可以补救这样子。假期都还未开始，机场出入的人潮明显增加，旅行业者嘛预估休困日会搁再创下高峰。今天我们预估呢，大概会有16.1万人次。那其实这个数字已经创了疫后的新高哦。那如果以去年平均13.8万人次来看的话，其实成长的幅度有将近2成以上。今年的春节假期总共有9天，在礼拜6和礼拜天可能预计增加到平常运量的20%到25%左右。针对春节疏运，机场公司嘛增加新的措施。出国的旅客当伫官方网站甲现场的扛棒，看到过安检预估的时间，嘛已经针对春节疏运启动相关的机制。航空、地勤、机场公司等等的单位，嘛会加派卡手来应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自由时报。新北有高中生甲同学挂阿嬷棍致死的案件，这犯案生过查甫囡仔判12档的刑期，因那生1年的查甫囡仔是判11档的刑期定案。再来看联合报，对明年开始全面禁止用品来饲猪，要伫咧今年完成转型。不过根据农业部的统计，今年就有8场
低调违规用品来饲猪，饲猪协会就强调，这人应该要当处罚。落尾是中国时报，有一个号做地生活智慧社区的手机软体，讲有摕到上关等级的自安条章，不过安卓的版本却是有16项无通过检测，提醒用户要注意各自的风险。继续来关心这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金秀有中国籍的争议。内政部证实讲，已经第3届发函予立法院甲李金秀，要求要伫咧今仔日2月13进前来提供伊放弃中国国籍的资料来证明。立委会也表示讲，有查到这李金秀是到2025年3月才去中国注销户籍，安尼伊伫咧2024年登记做不分区立委候选人的资格就有问题。未来伊也会跨机关来合作。解决这个空棚。那如果在就职前并未完成放弃外国籍，任用机关也就是立法院就应该依照国籍法予以解职。针对民众党中配立委李金秀的国籍争议，内政部佫再通过，表示即阵已经分别对立法院甲李金秀本人3届发函，要求提供向中国办理放弃国籍的书面证明，期限压伫2月13进前。担任公职者不得拥有中华民国以外之国籍。好，这个是没有可以讨论的空间。那国台办也有公开表示，不会让他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陆方在剥夺他在台湾担任立委的权利，我们还是会用最严格的方式来处理他的所知。那国籍争议，中配的参政权爱伫台湾设置满10年，不过李金秀流委会证明伊违反两项条例。2024年1月立委选举投票，甲较早进前登记做候选人的时阵，也有兑换户籍，一直到2025年才放弃。所以当时伊无候选资格。根据两项条例第9之1条规定，伫中国有色户籍，也是有领中国护照的，失去伫台湾选举罢免、担任军职公职的相关权利。条例修正施行日开始6个月内，爱注销中国户籍，搁向内政部提出相关的证明，才袂失去台湾的身份。2004年的时候，两岸关系条例经过一次修改，所有的取得台湾户籍的大陆人士，他都必须缴交除去大陆户籍的证明。中间经过蓝绿政党的替换，我可以说并没有完全被执行，所以才会留下了12000多件。李珍秀就是其中一个。选务机关在进行他的资格审查的时候，不会来征询相关的行政机关。那我们今天也发现说，的确存在一个制度运作的一个漏洞。对这件代志，民众党立法院党团表示，去年有差不多1.2万个中配报告放弃户籍证明，即个监工这人伫2025年进前的年资拢无法度准算。立委会表示，年后会邀请跨机关协调整合，协助选务机关甲内政部建立合作机制。记者采访报道。同款是政治的消息，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宣布讲，2月底特别请时，3月会投入新北市长的选战，也讲到南北合作真重要。也毋过已经宣布要参选新北市长的民众党主席吴国昌是强调，伊袂做副市长。因为民进党的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是讲，无论对手是啥人，伊拢有准备。被电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新北市市长人选虽然还未正式提名，不过经过现任市长侯友宜介入协调，会由现任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表态争取，强调当仁不让，顺势而为。李树川会伫2月底请辞，3月投入选举。就连原本争取党内提名的老何人嘛，改做全力支援小天作战。侯市长的这一个支持，对他8年的这个施政，说实在是值得我去学习。那也谢谢刘和然副市长跟这个侯市长的这个支持。我说过，川博不管在哪里，我都全力支持他。过去总是对李树川参选话讲要家己揽条条的周万安嘛决定放手，甚至笑讲要连新歌送给川爸。不过国民党人选敢是要南北合作，话讲要做上强战队的民众党主席吴国昌，搁一届向大家讲有信心，家己是新北上好的选择。如果假设是川博出现的话，我不会担任副市长。6都之中人口最多的，那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人就可以处理完所有新北市大小事。大家的面试官一样是400万新北市民，所以我从参选以来就按照规划好的节奏，陆战和空战并重，无论对手是谁，我们都已经做好准备。
绿营这方面，民进党新北市市长参选人苏卡辉表示，会继续带新北队今日大街巷仔内，以公立各中小营养午餐免费等等的6大福利证件，争取更较侪市民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一个姓姚的里长，甲中华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姓简的理事长，涉嫌伫进前总统大选期间接受中国的赞助，招待国内的里长甲亲戚朋友去中国游览，而且中国方面还阁要求因得爱来支持特定的候选人。问题一审是判因无罪，不过二审是依照反渗透法，该判这个姓姚的里长2年6个月，姓简的理事长4年8个月刑期。几年前无用次次关心里面的状况，但是新北市姓姚的里长即马煞派官司。2当外前，伊找其他的里长和亲戚朋友去中国佚佗，敢若需要家己拿1万外块的机票钱，其他食含大拢免钱。后壁的资助单位红查出是南京市代办，涉嫌以免钱的落地交代，想要影响去当阵的总统大选。里长伫去进前搁捌讲，这档是习近平请的，12红教反渗透法2审改判有罪。就是在开玩笑的话，习近平又不认识我，不认他，因为我也不知道对方是怎么样的情况，所以说才会讲说哦，干脆讲说是共产党10几年前也去过的时候来说，也是国台办招待我们的。那怎么会现在是去国台办办了以后来说是居然是什么渗透法？这2天去中国的行程，有中国的官员加入，做伙翕相页、红布条，专用2花1家亲。对方的人士嘛，伫咧参会时阵宣传讲，爱支持特定政党的候选人。虽然里长发冤枉，主张讲伊事情拢唔知影，共款互判2年6个月的徒刑，剔除公权2年。共案的另外一个发起人，中华青少年文教艺术交流协会姓简的理事长，是互判4年8个月，搁较重，但里长不服，强调会搁上诉。里长招团去中国佚佗，洪指控讲伊涉境外势力的介绍，这种案件最近几年是变甲愈来愈侪。对台北、新北、彰化到高雄等地，拢捌有里长互调查。有学者分析，对方经基层来渗透，其实是落地交台的民间交流，足久以前都有啊。他是具有公务在身的一个人，他要去注意的规定，不要被统战的这样一个要求，负责任的不要把这些团员带入这样是必要的困扰当中。过去认为讲是正常的民间交流，但是即马2方的关系含电政治改变，拢爱注意防渗透。学者建议讲，专程家己开钱来旅游，提前过滤中方的身份，严守讲话界线等等，才会当避免去踏着法律的红线。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来关心澳洲新世代阿里安64型火箭发射成功，这是头一间的商业发射，要在 Amazon 6卫星计划头一批32粒卫星进入近地球的轨道，咱赶紧来看卖。4、3、2、1 ，top！ Allumage VSR et décollage。Ariane 64型火箭升空，这是欧洲目前上强的火箭。头一届在4个由 Ariane 集团研发的 P120C 固体火箭推进器，载超过20吨，甲 Amazon Leo 卫星装好势，放伫火箭头前20公尺长的所在。The next 32 satellites for Amazon Leo have started their journey on board the first Ariane 6 with 4 boosters. Wow, and that was a beautiful launch. 根据官方规格，大机 P120C 伫真空当中上大的推力是474吨。欧洲火箭工业当咧甲包括 SpaceX 等在内全球厉害的竞争对手比拼。Ariane 64型火箭是欧洲上新的版本，这也是头一届商业发射，为 Amazon 卫星计划利用部署32粒卫星。You can see from the onboard camera the separation of the main stage. Wow, it looks amazing. This again is a very precise step of the flight and a very key step. Ariane 航太公司甲 Amazon Leo 签18届火箭发射合约，这届成功发射代表欧洲太空产业已经起飞。未来计划2027年开始，逐档进行10届的发射，让欧洲会当有独立进入太空的自主能力。公司新闻吴文玲翻译。柬埔寨最近伫咧加强打击诈骗，当地政府表示讲，已经有掠到200外个诈骗中心，要传媒体去参加其中一个诈骗的地点，会当看到这设备是真焦装，有敲电话假警，抑佫有假做是警察局的场景。当地政府表示讲，因会伫咧4月进前来清除所有的诈骗据点。
对玻璃窗看入去，天棚已经落落来，还有几排电脑，桌仔顶还有教人要安怎共变钱的物件，还有互人摕来敲电话用的假音亭，甚至有假警察局甲银行的报警，现场是乱吵吵。会当想到警察讲入来迄当阵，大家是走甲偌尔亮杯的。ក៏ប៉ុន្តែនៅពេលដែលគាត់ចេញគឺយើងបានដាក់កម្លាំងដើម្បីហុំព័ទ្ធទីតាំងអញ្ចឹងទាំង31អគារនេះគឺនៅបន្សល់សម្ភារៈដូចជាកុំព្យូទ័រនិងទូរស័ព្ទនៅតាមអគារទាំងអស់នេះពីព្រោះយើងអត់ទាន់បានធ្វើការឆែកឆេរទេ 路透社记者月初伫咧泰国甲柬埔寨边境一个去用抄的所在，看到一个文件，有一个73岁日本退休人士的资料，有伊的电话号码甲银行的存款，还有另外一个讲家己去用家暴的美国查某人。啊，那路透社记者联络这个日本的退休人士，对方讲伊是接到电力公司的电话，警告伊若无提供银行的资料，就会去互断电。啊，伊虽然无汇款，但是对话的时阵却将伊家己的资料漏泄出去，这实在是互伊足恼的。 啊，全球的诈骗产业链已經騙上10億個美金，這屆嘛是真罕見，讓大家會當看到內底模樣。ការកំណត់មួយជាក់លាក់នៃការបោះសម្អាតបណ្ដាទីតាំងទាំង compound scam ក៏ដូចទីតាំងផ្សេងទៀតដែលលាក់នៅតាមបណ្ដាលំនៅឋានរបស់ប្រជាពលរដ្ឋ成功将重大跨境赌诈犯罪集团头目陈志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几年东南亚正做全球网络诈骗的中心，大多数拢是中国的犯罪集团的营运的，甚至有人口贩运的受害者，正做是员工。这据点伫咧柬埔寨、寮国、菲律宾、泰国甲缅甸的边境拢总有。泰国伫12月空袭，也个经过柬埔寨打击行动了后，超过10万人离开。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再来关心，罗西亚参乌克兰已经开战4天啊！乌克兰到底敢会来举办总统大选呢？有外国媒体就指出讲，美国敢若是有去甲乌克兰施压，爱伫咧今年来举办选举。不过，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就表示拒绝，强调除非停火会当保证因安全，若无伫咧战争的时阵是无可能会当来举办投票。因为罗西亚也是继续来出动无人机去攻击乌克兰，受害的人家厝，敢若一个有心的妈妈去互救出来。 一栋人家厝伫咧轰炸当中着火，迄时厝内住一对翁仔某甲3个囡仔，厝边时伫甲土角乌河开，甲有心的查某人救出来。不过各样的翁婿甲因2个囝拢不幸死亡。哈尔科夫边境城镇博霍杜西夫10日暗时，互罗西亚无人机攻击。乌克兰空军表示，罗西亚射129架无人机，其中112架轰砍落来，不过其中1架造成1口罩5个人严重的伤亡。 Одна дитина ще плакала, але до дитини він вже, на жаль, не встиг дістатись, діти загинули. Жінка була відправлена до лікарні, їй надали там першу допомогу. Зараз вона перебуває в жахливому стані. 这口罩为着闪战火，才打搬来遮，想袂到所发生悲剧。当地政府嘛宣布，规个城市哀悼3天。人道援助团体嘛协助居民修理害去的厝。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准备好伫咧美国甲中立国进行谈判，而且拒绝前往罗西亚也是白罗斯。伊呼吁美欧就要团结，甲罗西亚施压，若无这场以安全为主的停火甲大选，恐惊会一直延前。 Ми приходимо до виборів тоді, коли є всі відповідні гарантії безпеки. Третє, я завжди казав, що питання виборів підіймають ті чи інші партнери. України сама ніколи не підіймала, але безумовно ми готові до виборів. Я казав, дуже просто зробити. Зробіть ceasefire, будуть вибори. Тобто це питання безпеки. 2022年，罗西亚入侵了后，乌克兰就实施戒严令，选举全面停止。不过，泽伦斯基总统的任期到2024年就已经满。罗西亚一直质疑伊的合法性。根据英国媒体《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政府会当伫2月24宣布举行总统大选，甲和平协议公投，甚至传出。 美国政府施压，要求乌克兰要伫今年5月15之前举办总统大选，若无美方承诺的安全保障可能会有变数。不过，泽伦斯基否认这项传言，强调选举的唯一前提就是确保安全，要达成安全真简单，就是先建立停火协议。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 印度爆发200病毒的疫情，有一位护理师去胃着病了后，经过治疗也是不幸过身。这是印度这波200病毒疫情当中头一个死亡的病例。
葡萄牙落大雨做大水，造成高速公路部分路段放弃。伫咧西班牙加泰隆尼亚地区也透大风，至少20个人受伤，有真侪间学校拢停课，航班也受到影响。哥伦比亚北部做大水，造成18人死亡，几啊千个家庭有路无厝，当局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镜头转来看国内，针对国防特别条例预算的部分，民众党团表态同意和行政院版本复位，甲因家己提出的版本并案来审查。不过，那边两党拢讲，落尾通过绝对袂使用行政院的版本。因为行政院长对应台着呼吁国会得要合理来审查总预算甲国防预算，强调行政院版本是经过台美沟通甲评估的，认为行政立法院应该得要来赶紧审查以行政院版本为主的国防特别条例。在以总统大清朝这个三军司令开记者会，向国会发声，爱赶紧审查1.25条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长杜英台昨日也在行政院说法讲话，各呼吁国会以后爱合理审查总预算、国防预算。我真的诚挚的希望在野党不要再党，让国防预算能够紧速的复委，而且经过国会合理的审查。民众党团已经表态同意和政府版复会，甲因的版本并行审查。杜英台认为这叫希望，不过国民党团也在整合讨论因的版本，要将要求美方的实际具体交会时间保证入法。不管是在我们的党内，或者是跟民众党，我们都会做充分的讨论之后，比较务实的版本。在新会期的程序委员会能够看到这样子的想法付诸实行。南北拢有过最后通过版本未是政府版，行政回应军事采购是政府对政府，政府版是代表经过紧密的沟通评估，因为应该赶紧审议通过政府版为主的国防特别条例。参谋总长梅亚苏则以说明国军真需建构都是具质量能。国防特别条例内底对美采购的拖式飞弹、标称反甲飞弹 M109A7 自走炮、舰地、新俄 ISR 系统，拢一定爱有。台湾急切需求的项目，当然还是以直接能发挥战力的系统为主，如新型的自走炮。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签署行政命令，调整军售顺序，以战略重要者优先。周富平分析，会对台湾提着军购有帮助，因为条约应该优先和防卫预算稳定通过，向外界释放战略信号，也建议台湾对美国态度明确，和台湾加入美国更加重视的优判。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去年准年伫咧审查法案的时阵，发生严重的冲突，下来杀去。这条约立委互相来指控伤害，检方昨夜终结，依照伤害、过失伤害等罪，拢总来起诉7个国民党立委、3个民进党立委。这是检方侦办国会冲突案件以来起诉上侪位立委的记录。每会期开议日有会党同规定人安尼烧钱烧杀，民进党立委沈碧荣被爬起咧主席台，刷去国民党立委柯定军为人墙扭落来，致使沈碧荣倒头栽摔伫涂骹。立委郭国文嘛，互真侪人为杀落来，现场立委喊叫救护车。113年、114年条约立委真侪解相拍。113年5月17，立法院审议国会改革法案。民进党区志伟指控和国民党廖伟雄、柯定军、黄建福为关键的主席台杀落来。过一礼拜，立法院审议国会职权行使修法，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加上民众党立委麦玉珍嘛相拍。7月7日，立法院审议选罢法修法，国民党王凤仪、民进党林楚茵为着抢椅啊相拍，拢受伤。12月7日，拿赢向甲选罢法修正案摆入议庭，各做个议事。立委林月琴去互哪位陈玉珍抹掉，个跋倒。那是去年3月25日，立法院审查公投案，民进党团总调郭建明用拐仔卡倒顶，拐仔飞去击到刺卡心，刺卡心起一个角骨，对条约个人提过伤害，北检调查监视器清查画面，12终结，依照伤害、过失伤害等罪起诉包含郭建明、谢良界等人，拢总7个拿委、3个立委，那是翁明凯、张家军、李玉玲、刺卡心得到无起诉处分，不过已经创下检方侦办国会冲突案起诉上侪立委的记录。尊重司法的程序进行，
国民党有国民党应该捍卫的立场。因为林楚瑜事实上有打我啊，他先动手，那所以呢，如果林楚瑜也被起诉的话，那我想我未来还是在整个的司法上，我会继续做努力。立法院国民党团书记长林派雄表达谴责，批评民进党司法清算是拍人化救人。林草因讲，会伫法庭证明王凤仪才是使用暴力的人。林国钦是批评陈玉珍是恶意伤人，绝对唔和解。以告指报就是不应该要有这样的暴力的行为产生，而且尤其是国会殿堂不应该去示范这件事情。另外，前民进党立委林国成去年出席反罢免活动，演讲情绪激动，误解大声骂总统赖清德。要甲赖清德讲，我咧。赖总统对这件代志解决，北检依照公然侮辱罪嫌起诉林国成，见车判重刑。林国成回实地表示，唔对爱认错，绝对袂走险，尊重司法程序。记者采访报道。民进党立委陈定辉要来参选台南市长，进前伫咧初选的阶段，网络都有人成立陈定辉后援会，不过这毋是官方的名册社团。最近阁发现讲有人伫顶悬铺文黑白咧讲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的病情，这陈定辉就已经去报案，要来告黑白发文的人。民进党的陈天辉日前甲伊互动翕相，一透早陈天辉去台南正统路里门新目标替活动赞声，除了拼说拍市长选择，嘛经党内大家候选人的声势，无经过伫网络顶出现，真侪咧破陈天辉想要巴结伊，叫培种团用陈天辉做主角，成1.2万人加入，煞互主角发现地，这原因是会官方的培种团内底有人写一寡口水的话，警惕前行政院发言人陈宗彦的病情。是因为过去你是针对陈亭妃，可是这一次你居然把陈宗彦，我相信大家都在帮他集气，希望陈宗彦要赶快好。可是呢，你却用这样的一个伤害陈宗彦的方式，然后呢去做无谓的一些这些抹黑，甚至是不应该做的行为，所以让我很生气。陈天辉唔若公开作品背会，12透早10点，伊的助理嘛代替去甲警局报案，采取法律行动。本分局已受理报案，积极侦办中。我不相信，他真的是很好的市长，因为他服务很多年了，20几年了。陈天辉强调，这个网络顶的社团已经发布真侪个消息，有好的言论，嘛有伤害造谣的，无论是伊家己也是团队，当讲甲面册平台检举真侪届，即阵也有人挑工咧讲一寡伤害言论，即卖透过提告，希望司法查明对方真正的动机。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另外，屏东警方去年底也抓到诈骗集团，要求被害人去买400万的金仔。而觉得这金仔店是真警觉，感觉怪怪的，遂通报警察，顺利来阻挡诈骗，抓到2个嫌犯。他刚第一次问你，为什么不讲？穿白衫的查甫人坐伫涂骹，双手用手铐绑咧。伊是诈骗集团的车手，原本要向被害人摕黄金，结果去互警方抓。去年12月底，有诈骗集团甲被害人讲，伊涉嫌刑事案件，爱管制口罩，要求伊去买400万的黄金。然后头家感觉怪怪，就通报警方。警方提假黄金交易，抓到诈骗集团的监控手甲车手。因为我没有提款卡，也没有什么那一些卡都没有，然后就说，不然你就要去换成金条，这样比较好交管。就是从他的言语跟那个听起来就怪怪的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是觉得不太正常，对，然后就跟检方联络这样子。因为黄金这一阵仔价小起落大，拄好诈骗集团叫被害人买的时阵，一件16000外，结果趣味的是，被害人本来无咧投资。结果后来黄金价小起到19000外，互被害人料想袂到的是400万的黄金现赚20万，加做头一件诈骗煞赚到钱的案件。那个时段就是很多人在买，然后临时也没有货，然后后来就是还要再等，所以在等的期间我就发现问题。不但成功拦阻民众免于遭受，也因黄金的价格飙涨，让原本要被骗买黄金的受害者，因而小赚一笔。屏东警察局12嘛，保障这银行业者协助警方斗掠诈骗集团。当事件后的头家嘛有出席，警方表示希望透过公开保障和检讨改进，鼓励日后各银行业者做伙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
特别过年啊，这花市是真热闹。中华参买业者就表示讲，因为拢是红色的花，会较侪人买，因若今年颠倒是黄花销量有较好。业者表示讲，有可能是因为金仔大起价，带动这黄金金的花卖甲抢滚。花市即马长闹热，有红色喜气的菊花花、圆圆意思的绣球花，佮有代表兴旺的旺来花。都要过年咯，全台湾花市买卖的大产地中华参买乡，这些吊饰的盆栽拢已经上市，都不少人趁年前来买。我有考虑那个亮亮的啦，对啦，招财的。是啊，是啊，是啊。金桔啦，我妈好像想买金桔，都会多看啦，不会说都只买某一个。有人爱喜气啊，有人爱较黄啊，较袂如那金条咧。参买在地原价业者表示，因过年节拢是红花上受欢迎，但是今年黄色的盆栽饲草特别好，亲像金桔仔、黄色的菊花花、红杏子、卡拉花等等销量好，卖价用要无货。业者指出，可能是因为即马金仔好价，带动大家来买黄色的盆栽，金鱼啊金鱼袂输是金仔的感觉。今年有一个做无共的趋势吼，都是黄金色的特别人爱吼，比如桔仔即马黄啊嘛。哇，迄黄金色的，啊，咱菊花吼，正侪色，偏偏都是咱这个黄金色的吼，上侪人爱吼。到尾再想想，应该甲黄金起大价有关系啦吼，金黄的吼，身价不一样。业者表示，年节买花毋那是为着装下厝内迎新春，嘛当看出民众对来年的期待。今年黄色盆栽销量上好，除了上顶富贵招财，也反映出市场景气甲投资的话题。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即马家家户户拢伫咧大摒扫，环境部就呼吁大家整理出来粪扫是唔通乌白蛋，都爱甲会当回收甲危险的物件捡出来，另外交互清洁人员，安尼唔但会当保护这清洁人员的安全，嘛会当甲资源循环再利用。做伙人回收做好，免惊互人看无。这首歌是环境部出的资源回收歌。希望透过歌曲，让大家了解做好资源回收的重要性。第一，爱确实分类；第二，危险的回收物一定爱捡出来。另外，交互清洁人员，亲像家私罐和行动电源等等。啊，若清洁队收来的回收物，有会经过修理，阁会当继续用，延长物件的寿命。工厂的资源再生以及再利用，但是这一场的旅程可不可以顺利抵达终点，就要看大家在里面家里的第一步源头分类有没有做得好。如果第一步分类错了，这场旅行很可能就会迷路，而这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很多民众还是会把那个打火机以为用完啦，或者是它的头已经掉了，他就会直接丢在垃圾袋里面，然后丢垃圾车。可是这样子，我们曾经发生过就是垃圾车有冒烟的事件，那我们捞出来才发现那个是小小的打火机。所以我们就想说，如果可以的话，民众把那个打火机还有那个高压罐、行动电源单独装袋子，然后交给我们的那个资源回收车的人员。这阵啊，过年大摒扫，粪扫量、回收量拢咧增加。清洁人员表示，喷的量嘛有增加，提醒民众在处理喷的时阵，爱把水离好干，倒好清气，才袂占喷桶的空间。大家都含着水量的话，大概就可能一个走完一个社区，那一桶就满了。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请民众帮我们，就是水尽量沥干，只剩渣，然后丢进来的话，就可以更多人去使用那个厨余桶。环境部表示，过年你要到啊，家家户户拢会家厝来摒扫。若是将废弃物做好回收，这个物件就会当循环利用。毋但对源头减少粪扫量，也等于是落实净零永续。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过年也有真侪人会去点光明灯、平安灯，来看伫咧家己新丰庙是有提供替动物伴点灯，着送主人光明灯的服务。这庙方表示讲，已经推动3档啊，有真侪信众拢是专工来遮替因的心肝宝贝来点灯。像你看展览这边，我们现在点宠物灯嘛，好，那就送平安灯，就光明灯，好，所以就送在你这边。民众趁过年进前来到庙里点灯，希望新的一年会当平安健康。只是点灯的对象是厝内饲的宠物。我个人我觉得狗狗就是我们家的小朋友，也是我们的家人。对，那我从那个桃园的青埔下来，刚好回娘家，就一起帮我们家小朋友点一下平安宠物灯，让他保一下平安。
家己生活庙3当前就推出在中部点灯的服务，庙门外口就有挂布条讲，主人替中部来点平安灯，庙方阁加送主人光明灯。有民众看到布条感觉真趣味，讲原来买一个送一个，主人才是送的迄个。香客他们都觉得说嘉义城隍庙太佛心了除了宠物以外，都能够还能照顾到我们主人，所以说那个北部的都有来包计程车都有包整个游览车过来，整个30-40个都来点宠物平安灯。动物的光明嘛会使互咱做少年的嘛有够加伊的光明灯，也是讲彩水灯安尼所以讲一兼两顾望拉兼这顾，所以讲这是真好的代志。庙方指出，为推测这个服务较大，计共已经有超过3000多位的信众伫遮替宠物点灯。旧历1年就要到啊，民众替新的1年点灯保平安，嘛会顺着替厝内宠物点灯祈福，拢是希望陪伴伫家己身躯边的宠物会当平平安安。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伫咧南投草屯的救救风海起游乐园已经伫咧试营运，有开放予南投的乡亲来咧体验。不过昨煞是传出讲，因为风烧透，煞是无法度飞。南投县府也表示讲，未来会规划来去流浪串联附近的这个景点。不过根据调查显示讲，若是来遮佚佗爱开共款的钱，有8成的民众是会选择要出国旅游。加几啊飞去伫天顶，下骹都是南投草屯的景色，含壮观的九九峰。南投草屯的九九峰日所加几啊乐园，11时启用试营运。第一阶段开放予南投的乡亲预约来体验，但是这第2天就拄着风伤透。园方为了安全的考虑，暂时袂升空。当地的民众对新景点看法无同。它才刚起步，所以规划一定还会再改。票价的话，我觉得也 OK。我以为说它是可以上去可以飘着走雪阁，就是只有上去再下来而已啊。这样子。对啊，所以我跟我的原本预估的想法是差距就比较大一点。九九峰日所加几啊乐园，县府经过3年多来起，是亚洲第3座日所加几啊，主打伫高空会当宽纵来看景色，是采取较大的设计，暗算3月的时阵正式营运。县府表示讲，因为这日所加几啊，较受到天气的影响，会含厂商建议调整开放时间。另外，南投德山的太极溪谷，县府嘛当地规划起流浪，串联当地观光。他想要来建构一个环状的一个风景区啦，然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因为现在那个旅游都强调低碳，或者我们也要兼具低碳景观体验等，还有我们地方一个产业的一个活化发展，跟整体周边的一个串联那因为整体来讲是这个交通的问题是要事先来规划的。南投县即马真侪观光景点做伙要做，或者就是讲除了爱重视在地的连结性，交通的接送含景点的串联嘛要加强，这当避免心息过后就无虾米人。虽然地方政府展现企图心，但是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在同款的预算条件之下，敢若有免2成的民众选国里。如果是2天1夜的单人旅行，平均大家觉得合理的预算大概是3135元，但是在我们的调查里面，大概有58%的民众其实是给出了3000元以下这样子的答案。交通部观光署表示讲，今年会针对国际订游客互因奖励，而且加强品牌化经营，希望唔但是互来台湾的国际旅客增加，嘛互本国的旅客选国里的意愿会当留好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英国的南极勘测团队上新的研究指出，地动若是无周期通好推算，也是无法度预测，甚至是一阵地动发生了后，就会小连续几啊阵地动来发生。这项研究是打破地动会当预报的迷思，不过科学家也是想要利用地动破的速度来做研究，想要把灾害降到上低。这亲像咱台湾气象所的这个地动预警系统，就替民众争取到几啊秒的反应时间。墨西哥伫新年过了后，就发生规模6.5个地动。台湾伫地动段，去年底就伫东部外海发生规模7个地动，这是当时101周边见到的状况。为了确认发生地动是毋是有会当遵照的周期，英国南极勘测器尼泊尔西部考察，因为这个关山湖那亲像天然的地质历史档案馆同款，那地动就会留囤积高差的分析。科学家分析，喜马拉雅山脉都有将近6000年的地动记录。Everything is really dynamic, so you have like time to time with like one constraint, so you are building energy at some points, and then you are release energy at another part. So now to predict earthquakes at the moment, with the knowledge that we have,
we are not in a position to do that. 家族医校斯珀斯第2月发表的最新研究，改变一般人的认知。地动唔那无法度精准预测，嘛无周期通讲。经过科学研究，敢来当预测会有地动，毋过唔知影什么时阵会发生。无定着爱100年还是1000年，而且地动的发生好亲像无亲像时间也是表啊共款准。既然地动无时间表，科学家讲应对关键是增强高风险地区的抗震能力。I think if you look at some place like Japan, they're very resilient to buildings. The challenge, of course, is that it costs money. So if you're in a region where you're trying to prioritize that money, then you want to make sure you're not overspending on seismic hazard. And there's also problems in many Central Asian cities that they've grown really fast over the past 50 years, and often without acknowledging the seismic risk. 家族医校斯珀斯甲伫尼泊尔的研究结果，甲美国、印尼、纽西兰甲智利等地动活动正接的地区做比较，发现情况正共。虽然地动无法度预报，甚至有当时是规定发生的，不过科学家也是尽力伫研究，要甲地动灾害降到最低。像讲伫台湾，都是利用地动的波速，争取到几落秒，也是几落10秒的反应时间。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伫咧希腊最近这经济想变较好，也毋过房地产的市场煞也来大起价，所以厝的人因为厝税伤过悬，是拢找无厝通个住。也其实伫咧2014年，为着要吸引外资，有推出黄金签证，或一寡投资客拢走入来希腊，也互房地产市场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28岁的新田夏基是一个犯罪学者。去年，伊甲朋友做伙伫雅典市中心生活机能良好的社区，找到一间公寓，月租金700欧元。几个月前，室友搬走，中国厝主的代表律师通知伊要起厝租700欧元，相当是伊一个月工作收入，伊实在负担袂起，只好把好款的搬去甲姊妹做伙住。Είμαστε όλοι εκτεθειμένοι απέναντι στον κίνδυνο του να μείνουμε στο δρόμο. 2009至2018年的国际危机了后，希腊经济上歹当地回升，房地产的价销大起。不过，大部分的人收入赶袂赴物价飙升的速度。希腊中小企业研究所的报告显示，有超过83%的希腊人根本都欠无钱。租赁服务业者的资料显示，2019至2024年，雅典的厝租平均起超过50%，薪水起价幅度是27%。2014年，政府为了吸引外资，推送黄金签证，嘛是地区买无厝的原因之一。移民部的资料显示，为2010年代中期开始，外国买主收购的房产数量有2万栋，而且主要集中伫雅典。另外有15万间主体，互人变更做低租厝，专门予游客租用。根据统计，全国各主要城市所欠缺的大房总数有18万。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天气玻璃仔做回来关心各地头气象。北部地区12度至27度，中部地区12度至26度，南部地区14度至28度，东部地区15度至25度。一个外岛地区11度至23度。继续来关心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祝您新年快乐，马上幸福。咱早起新闻2月23再会。